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两天关于房企最多的还是碧桂园、融创、华债今天这个《华尔街见闻》呢，作者叫周志宇，写了一篇报道，叫碧桂园杨氏妇女闯过了最难的一道关。11月5号。这一天注定在房地产化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指的就是碧桂园成功的把境外债归零，把债主全部变为股东融创也一样有网友评论说外资偷鸡不成蚀把米，所谓的化债只是为他们保交楼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和这些房企的老板脱困，和这些房企脱困那是两码事这就有点像那个韭菜的吧，你按揭贷款供不上了，你失业了没钱，现在你跟银行一谈，银行说行，这个给你延期3年，这3年之内你只用还一点利息，3年以后再开始还本金，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韭菜就缓过来了？这是两码事对吧？韭菜找到工作，有了收入，才能说得上叫缓过来。对开发商来说呢，就是房子他能卖得掉，那叫缓过来。我看有媒体说根据这个 DM 查债通数据显示2025年11月至2026年6月，万科到期的公开债务将达到149.66亿元，其中较为紧迫的债务有4笔，包括2025年最后2个月到期的3笔债，本金73亿元，以及2026年1月到期的1笔债，本金11亿元。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8个月到2026年6月，万科有将近150亿的债要还，怪不得这个深圳地铁要拔氧气管了，这越陷越深了，这个债是越还越多越还越多不要紧关键是这房子还卖不动，对吧？万科的这个销售是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低，逐月下降看不到希望。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他说，一些国际投行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在明年下半年开始回暖，但这一判断正确与否，最终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当前市场加速调整的状况。一方面说明马光远他也认为现在这个楼市非常严峻了，是在加速，对吧？向下加速第二呢，马光远还是对这个政策抱有期待，也就是认为这个出个政策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出个什么政策韭菜就会蜂拥而至买房呢？这个比较难想象。你除非送钱补贴，对吧？加大补贴力度，就是立竿见影的就是补贴你其他的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吧？你现在就补贴这个市场价，你比如说这个1万1平米的，你直接补贴他3000一平米，相当于他7折买，那就很多人就会去买房了，不行再补贴到6折。从市场基本均衡来看，数的指标已反应过度。这个马光远老师他认为反应过度实际上我觉得不一定过度了就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腰斩，房地产销售较高点下降约70%，房价普遍下跌约40%。就市场本身而言，其实已触及新的均衡点，甚至出现超周期超调，市场均衡早已形成。它这个我觉得不太准确就是说你要说这个反应过度是指你这房子已经低于它的成本价了，低于很多什么意思呢？你不能用房地产销量，它销量少，你说这个它因为那个销售现在下降了70%，他认为这个反应过度，这个我觉得有点片面因为你看市场上是房子比人多就是还是库存大需求小，供应大才卖不动第二个房价普遍下跌40%，这个指标也不够，因为我们的收入下降的更多对吧？你不能看房价一个指标，就是房价这个指标最好跟人均收入对比着看，如果这个收入差距，房价跟收入差距在缩小，那你说这个房价也可能稳住了。如果房价跟收入差距还在加大，那你说怎么可能稳得住呢？对吧？所以说你抛开收入只谈房价，你说房价已经降了一半了，那个北京的周边那个燕郊还降了80%呢，都没人买，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不能说销售下降70%，房价下降40%就是反应过度，实际上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均衡点呢。所以说那个你看马光远他就认为他说市场预期仍然疲软，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你全指着政策支持目前房贷利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城市仍实施限购政策，当市场出现负面预期时，缺乏相应政策及时跟进。此外，部分开发商资金链依然紧张，房地产领域风险点持续暴雷，烂尾项目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这个限购还是北京、上海嘛，就这2个地方，这2个就是最后的遮羞布，要想揭开的话要谨慎万一揭开不管用，那完了，最后的一点信念都没了，那炒房的真要跳楼了，这轻易不能接万一你说你北京、上海限购一放开还是这样，跟广州一样广州可是全放开了吧，深圳相当于全放开了
了，好了吗？他说当前问题已不再是价格或市场数据问题，而在于如何精准应对房地产市场出现风险。他说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已持续多年，仍需更大决心予以稳定。这个还是没整明白开发商的资金链问题是怎么形成的。这按理来说预售制对吧？你把韭菜买房的钱，你先把人家钱收过去盖房，居然还有资金链问题。恒大暴雷都4年了，你这开发商还有资金链问题？咱这预售制啊，对吧？韭菜照着图纸买的房啊，从银行贷款把钱就给到开发商了，钱都已经给过了，你再盖房子还盖不起来，你能赖谁呢？你资金链还紧张，为啥紧张？资金去哪儿了？未来房地产市场回暖将呈现高度分化，什么1、2线城市市场可能逐步企稳，3、4线城市需要更长时间，4、5线城市恢复期更长。这个我觉得啊，1、2线城市啊逐步企稳也要很长时间，3、4线城市呢和4、5线城市啊就做好啊，相当长时间里面房子只有住的功能，没有什么流动性啊，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鹤岗，你就照着鹤岗去看就完了。这房子就是钢筋水泥的价格，加上那土地啊一点点的钱，你那个土地是你租的，不是你的，就这么个性质啊。那土地是你租了70年吗？虽然说啊以后会续租，你再交点租金还能租，但是毕竟它不是你的。那你说房子应该值多少钱？就是钢筋水泥的钱，钢筋水泥还得打折，对不对？那汽车那电视机卖不出去，它不都打折吗？所以说啊，1、2线城市啊，也就是说1线城市逐步企稳需要时间，什么时候能稳还不知道。你看广州还在跌嘛，深圳也在跌啊，都放开了啊。那2线城市呢，能不能稳不知道，打个问号。2线城市还在挤泡沫啊，对吧？你说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还有这个成都，还有西安，那正在艰难的挤泡沫过程中啊。3线城市啊，就奔着砖头钢筋这个价格去，也就是说啊，没有什么啊金融属性，只有住的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11月6号重点城市住宅销量数据已经出来了啊，有个媒体啊，他统计了15个核心城市每天住宅成交量统计，就是北京、上海啊、深圳啊、杭州、成都等15个城市。11月6号啊，新房同比下降52%，二手房同比下降27%，就是11月截止到6号和去年11月，它是这么对比。说上海新房日均销量207套，同比下降42%，已经低于2022年大管控年的数据。就是上海现在新房销量下跌很快啊，也有一个补跌的过程呢。所以说进入第4季度，这个楼市啊是呈现一个加速的状态啊，加速向下呀。面对这个楼市目前情况啊，又有专家呀出馊主意了啊，在这个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加快发展银发经济，就是打老头老太太主意啊，就是银发经济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主题论坛11月6日在沪举行。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表示，建议建立老年人房产到按揭体系。什么叫到按揭体系呢？他说啊，中国老人手中基本上都有一套以上的自有房产资源，建立到按揭系统后，去世时房地产归公啊，归公了啊，不是没收的意思啊，但是反正都是给公家了，充公。一死了啊，你的房子充公，在世时每月获得一笔几千元的收入，就是你活着时候给你发这个工资，然后等到你一嘎，房子归国家。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为老年群体带来长期持续稳定乃至延续终身的一定数额的现金收入，构建起符合老年人需求又具有可持续性房产到按揭体系。黄奇帆表示啊，这既能增加老人养老金的来源，还能对现行的养老模式形成有效补充。为确保老年人房产到按揭业务合规性与安全性，要强化立法规范，完善监管体系。金融产品设计要考虑贷款额度、利息结构、还款方式以及遗产处理。运营管理要强化风控措施，提升业务透明度，并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专家够狠的啊！这个我看了这个叫到按揭体系，确实想了半天啊，我有几个感想啊。实际上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叫什么以房养老吗？这个社会化的以房养老啊，就是确实好多骗局的吧。我记得前几年比较火，这几年还少了，就是也有老头老太太房子不知道被谁给骗了，房子给了一个机构，完了之后来帮他养老，叫以房养老嘛。这几年不提了，结果黄奇帆也提一个，对吧？叫到按揭体系，这本质上还是以房养老，只不过这个交给国家了，国家了给他发钱，每个月给这个老人发工资，不就这么个事吗？以房养老。第二个啊，
啊，这个从形式上看，像旧社会的那叫什么吃绝户啊，不就是一个道理吗？对吧？你这人死了之后，你所有的都是国家的，那不就吃绝户吗？只是说他生前给他点什么东西，那反正是个意思嘛。死后一切充公。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你22岁大学毕业，开始吭哧的工作，攒了钱，提心吊胆的付了首付，买了房，还30年，52岁，或者是有的时候买的晚的60岁，把这按揭贷款才还完。哎，你一退休，你这房子就给国家了，然后给你倒着给你发钱，正好你要是70岁嘎了，行了，房子是国家的，真正的做到了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对吧？不带走一片云彩啊，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没毛病吧？你看这制度就是吃啥不透骨头，对吧？啥都不透，吃干榨净。哎，你仔细想想，不就这个道理吗？你看你这一生下来干啥了？最后就是全是国家的吗？总感觉哪儿不大对劲是吧？吃干榨净呢。关键他这个操作怎么操作呢？到按揭体系，你比如说按揭体系咱们好理解啊，就是你跟银行签合同的时候，贷款就要还了，一直到还完为止，对吧？你如果贷100万，还30年，一个月还多少？正好，对吧？第30年就还完，这个好算，对吧？70点从你签约开始。到按揭体系什么意思啊？怎么操作啊？因为理论上是正好这个人对吧？他一嘎，正好他那个房子那个钱正好花完，哎，是不是这样比较公平吧？那关键的房子值多少钱？这第一个要评估。第二个，那房子你得从什么时候算起？就这个人什么时候嘎你得算啊，你别到时候这个人嘎了对吧？他房子钱还没花完，这对吧？有国家占了，就是国家这不就是与民争利了吗？不太合适吧？哎，如果说你这个到时候那房子的钱都已经花完了，对不对？人还没嘎，那不就是占国家便宜了吗？那国家还得给他发钱呢，不知道这个怎么操作啊？这个赵本山那个小品是吧？这钱花完了人没死，你说咋办？要不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你说这个怎么算嘛？好，咱们就假设啊，给他200万，如果房价你就是相当于这个老人把房子卖给国家了嘛，对吧？国家给他倒给钱，不就把房子卖给国家了吗？那这房子如果升值了呢，对吧？卖的时候按200万估值的，等到这个30年以后，这毕竟有人命长，活到80岁或者90岁，这房它升值了，涨了2倍，那是国家占便宜还是这个韭菜能不能给韭菜补一点？那反过来有涨就有跌，对不对？如果但是按200万估的卖，结果这人还没嘎呢，房子变成值50万了，那国家还是按规定的给他发钱吗？那个数字吗？还是说到时候这个生活费少发一点？怎么操作呢？最后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玩意是美西方什么地方在用这个制度吗？就这个是咱们的发明创造，还是说美西方也有？这是我们的创新是吗？这个黄市长见多识广，对吧？考察的国家比较多，不知道是从哪个国家学来的，国外有没有这个制度？倒按揭，对吧？你前半生啊，你是从国家手上买房子，后半生你把房子卖给国家，你看买的时候吃点亏，卖的时候再吃点亏，这样好实现你，对吧？叫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然后这样你的儿女继续从零开始，没任何积累嘛，对吧？下一代牛马继续，这个也能实现，这就不叫富不过3代了，这温饱不过3代，对吧？你就管你自己这一代就完了。这个房子的价格波动是很大的，对吧？无论是你从国家那买房子，还是按照黄市长说的把房子卖给国家，那房子波动的比较大。现在是韭菜自己扛着，这个最近对吧，叫房贷倒挂断供也是成了热议啊。这个搜狐新闻报道啊，他说房贷超650万，房子至360万。房贷倒挂断供引关注，说当初房贷本息超过650万元，如今市值只有360万元。90后业主小曾说啊，他的房子几乎跌到了房贷总额的一半。前段时间，一深圳中介在朋友圈晒出业主贷款卖房案例，引起了市场对于房贷倒挂现象的广泛关注。所谓房贷倒挂，通常是指房价下跌，房屋的市场价低于银行剩余房贷。这个小曾呢，他是一位典型的高位上车业主，他手里的2套房子市价都已经跌幅近半。第一套房子贷款200万元，如今房子的市场价只有100多万元。第二套房子是2020年购买的31厅学位房，当时正值房价高位，房屋总价600多万元，首付200万元，贷款400万元左右，算上利息，贷款总额超650万元。如今这套房子市场价只有360万元，也就是说啊，市场价是贷款总额的大约一半，5年啊，只有360万了。第一财经在平台上查询，小曾第二套房产所在的小区高峰期曾创下7.5万元每平米的成交记录。2022年第4季度，该小区均价为6.54万元每平米，而今年3季度为3.24万元每平米。9月份，该小区仅成交5套，均价为3.1
2.15万元每平米，11月份的单价最低为2.94万元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房价呀，就像坐了滑梯一样的往下降。房卫室总经理郑大元说2021年之后，二手房成交日渐艰难，卖家降价幅度跟不上买家的心理预期，部分房屋的成交周期甚至达2年之久，这期间房价会经历下调，部分房地产调价也难以成交。在社交平台上与房贷倒挂现象一起被热议的还有断供。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断供与房贷倒挂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除了职业背债人是恶意欠款以外，其他正常贷款人都是愿意还款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导致的断供案例是极少数的。那为什么还断供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了生活来源，没有收入，被迫断供。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他是由于绝大部分购买房屋的主要目的是居住，因此即便出现房贷倒挂也并不影响居住，但如果购房人出现收入大幅下降或开支突然增加情形，导致负担房贷有困难，断供的风险就有可能增加。这个倒是实情就是很多刚需房韭菜买了房，一般的是不会断供的。断供只有一种情况，他没钱了，被迫断供。只有炒房的他才会在那算计，对吧？是违约断供成老赖合适呢，还是接着还合适？这个是搜狐新闻报道同样这个深圳有这个房屋中介发了一个帖子，说前海的写字楼业主套的有多惨。这个是写字楼不是住宅。说锦兴海上广场又名恒裕前海金融中心，原业主2017年买入价4693万，这可是8年前呢。一拍无人出价，二拍又是无人出价，惨遭流拍，现已进入变卖阶段，2087万开拍。而且这个房子是叫前海首排看海单位，无遮挡，也就是推开窗户就是大海，525平，单价仅4万元一平。不是，这是8年前的房子现在这个已经降了一半的不止了，这打到5折的吧，4折。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写字楼和住宅楼它的性质不同。写字楼你还持有成本，那个物业管理费是很高的如果现在写字楼租不出去嘛，空置率对吧，超过30%，也很多房子租不出去，你降价的租不出去，完了你还要付物业费，高昂的物业费，那个物业费、水费、电费都比你那个对吧住宅楼要贵得多对吧？写字楼是工业用电吧，就是它那个电价也贵，它水也贵，什么都贵，物业费更贵。所以说投资商铺、投资写字楼的现在是惨的一塌糊涂比那个买住宅楼的要更惨。这个住宅楼如果你没有按揭贷款对吧，你说我全款买完了，这个时候实在卖不掉，你可以不搭理对吧，你就出租。如果实在租不出去呢，你也不搭理，扔在那儿，但物业费没多少钱，不会太贵嘛。完了之后你还可以跟物业扯皮没人住，你就物业就得打半折。那很多地方政府支持的也就是说住宅楼你持有成本低，但是写字楼不行对吧？你这一年租不出去的话，你这一年恐怕这个物业费乱七八糟加一起10几万，受得了吗？如果有人是按揭贷款买的投资的，那更是血本无归光说写字楼这个血本无归我们再看看这个商铺血本无归的例子这个又是1818环境眼报道的说这个小谷姑娘花150多万买了2间商铺，当时销售人员告诉她这些商铺要交给管理公司打理，每间铺子1年租金可以达到120万。可她半年后收到租金，一间只有4700，另一间只有6100，那怎么相差这么大呢？这么惨呢？大家看视频小谷姑娘讲述了自己的投资经历。去年11月，她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推荐嘉善万联城这个项目，就跟朋友从上海赶到嘉善来看商铺。小谷提供了一段视频，说是销售人员在向他们介绍租金的情况。你们是开发商是吧？对，每个楼层有一个统一的租金单价，就实际上你的租金只跟你的面积有关系。你买在巴尔茶记也好，你买在这个泡泡吧也好，我们1楼租金是17块钱，2楼、3楼是10块钱，4楼是17块钱。比如说你买的是30平，那30乘以17乘以365天，我们收取10%的管理费。这打个比方，这一间30个平方，我们总价是在382万，租金呢是在27万，因为租金也是17块钱。那同样的30个平方租金，4楼也是做27，但是呢，总价就会低很多。然后我这样一算，我就想到我一年租金是下来的话，也有14万多左右。那这14万多对应这一间商铺面积大概是多大？我那个商铺的面积是25点左右吧。小谷告诉记者，自己看中了万联城东区4楼的2间商铺，那时这2间铺子已经和其他商铺一起被打通成大空间，分别成为2家餐馆经营场地的一部分。他说当时销售人员解释过，
商铺的买卖不会影响租赁。小谷说，去年11月22号，他先跟销售人员到万联城5楼一间办公室谈价格，对方向他出示了照片里的这份嘉善万联置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他以为这位销售就是开发商售楼处的。随后，双方又赶到了当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和委托管理协议。按照小谷提供的买卖合同，一间商铺的面积是26.9平方，另一间商铺是25.98平方，价格都是77.5万，两间加起来是155万。这两份买卖合同都是3方合同，除了卖家孙先生和买家小谷，还涉及嘉善锦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小谷表示，销售人员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这家房产中介的名字。那位工作人员说，孙先生跟他们公司是什么关系呢？他说是公司的副总，是持有者，这个商铺的代持者，代持这2间商铺。对，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孙先生跟你们有比较多的沟通吗？没有，只有到了过户大厅的时候，我见到他一面。那么后来的托管合同，你们是跟谁签，怎么签的呢？也是他们自称是开发商的人过来带过来的，然后统一签的。那么这个租金怎么保障呢？租金他当时是跟我们承诺的，然后也给我们拍过他们委托公司跟那个商户签的那个租金协议，上面都有明确写了，然后还有他们公司就其他商户的这个对托管合同对，也有过公司的公章，这些之类的。无论是写字楼还是商铺，这都是属于投资行为。那这个跟那个住宅还不一样，住宅你可以自己住，刚需。实际上我在2016年啊，就差点买了这个通州万达那个写字楼啊，我记得当时是3万吧，我有印象啊，都谈好了啊，当时谈好了100多平，我买那个写字楼是自用的，不是投资，是自己用。2016年，结果太巧了啊，头天谈好了，我第一天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销售啊心不在焉，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急于要把东西卖给我的那种感觉啊，不像现在啊，现在你要看房，对吧？那销售你就能体现了什么叫买方市场，那个时候是卖方市场，所以那销售很屌。结果第2天再打电话问他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签协议啊？结果人家说不卖了，说他们公司政策要变，但是我还不愉快，他一不卖啊，这事就错过去了，你不卖就拉倒呗。然后后来买写字楼这个计划也就放弃了。结果你看看，如果我当时要买了啊，他当时是他不卖的啊，我是准备买，你当时要买了，那现在对吧？那至少一半是没了，300多万。那至少赔150万，那是16年呢。现在那个万达广场里面写字楼里面，那整层是空着的。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